我最近係彩排舞台劇啦，咁凄迷會喺6月尾就開始啦，所以得返2個月嘅時間去彩排啫。而家忙緊就係凄迷舞台劇嘅彩排啦，因為越嚟越近啦，得返2個月嘅時間，所以今日係好開心啊！佢哋俾咗呢一日我咧出嚟發廣告賺錢。除咗麵包，暫時冇諗過做其他生意，想做好個麵包。麵包鋪會唔會有新突破產品？我哋都仲係諗住喺麵包入邊去鑽研一啲新嘅產品出嚟。我哋每逢係特別嘅節日啦，其實係復活節啦、母親節啦，我哋都有做咗一個特別嘅 special 嘅，所以父親節咧，我哋都會